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14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先开始来看美国昨公布6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是9.1%，从1981年11月份以来的新高。美国股市今仔嘛拢大落。同一天哦，伫加拿大为着要对抗严重的通货膨胀，加拿大的中央银行嘛宣布讲要升利息4码，佮强调讲通货膨胀实在是真严重，未来嘛有可能会佮继续升利息。纽约这间超市消费者伫咧计销时阵，拢伫咧怨钱愈来愈无，食品、汽油次世拢起。美国6月通膨率是40年来上悬。I feel the inflation pain every day. Every day, everything is going up and up. Like even a half gallon of milk, it's hard to find for under $8. 通膨甲升息对房地产市场有影响。The Fed's trying to really control and get control of inflation, and with that, they've been extremely aggressive. And what that's translated to is, of course, higher mortgage rate. We're seeing a lot of homeowners opt not to sell. 美国劳工部13公布6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9.1%，是自1981年以来上大增幅，比5月8.6%更加悬。那按月来算，5月到6月物价起1.3%，之前4到5月是起1%。This is really what the Federal Reserve is raising rates to try to combat. So the more persistent inflation is, the more aggressive the Federal Reserve has to be. There was thought that they could raise rates 3/4 of a percentage points in the next couple of weeks. 为了要对抗通膨，加拿大中央银行13一变就升利息4码，也就是一个百分点，将基准利率自1.5%调升到2.5%，创自1998年以来上大单次升幅。加拿大央行讲，通膨比原本所预期的更加悬、更加久，升利息是为了要阻止通膨，也警告讲利息有可能还佫会升。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国内昨增加29849例本土病例，133例中重症哦，有49个人死亡。另外，为特别防止高主的疫情，指挥中心表示讲，当个甲疫苗公司直接，望讲8月份哦，疫苗会当送到台湾。另外，台湾的所谓新冠病毒健康的证明有增加美国、加拿大、日本、佮澳洲等国家的认证。今仔开始哦，嘛要绑定3类的人，坐飞机进前会当唔免摕2天内的 PCR 的报告。新冠本土疫情持续转好，13拜3新增加29849例本土病例，全台湾敢若有新北市病例数超过4000例，中重症有133例，死亡人数降到49例，是今年5月25日以来的新低。死亡个案内底有2个较少岁，拢是40外岁男性，其中一个有糖尿病管硬化，做过2档疫苗。7月7日因为产气困难，送病院采检确诊，迄天就不幸死亡。因为肺炎并败血症休克的关系而过世哈，那这个死因的话，就是以这个新冠肺炎合并败血性休克为这个主要的死因。因为死亡的个案已经连续2天创下新低，外界关心讲敢是死亡的高峰已经过啊。针对这点，指挥中心讲，死亡的人数可能还佫有变化，不过已经转好。台湾今年这波欧盟狂的致死率是17%，甲附近的国家差不多。跟日本差不多，日本大概是16%哦，韩国是10%，马来西亚是23%。咱国出现第2例高主带病入境的病例，是台湾籍30多岁男性，为美国返来的。指挥中心讲，会持续甲疫苗厂抑佫有药厂来直接，希望8月份疫苗就会当送到位。咱若头一个为着高主的个案，目前还佫伫咧大院，也未解除隔离。记忆力活动的部分，它事实上，因为他身上还有一些结痂部分还没有完全脱落，所以还要再观察几天。另外，指挥中心嘛宣布，咱国所谓新冠病毒健康证明，新增加符合美国、加拿大、日本、甲澳洲等国家的认证。新的所谓证明 SHC 的计息，按算14早起8点开放下载，甲后面 EU 的计息，是差伫咧内底显示的资料佫较侪，包括做每一档疫苗的时间甲牌子拢会显示。记者综合报道。昨暗我们在观众朋友敢有出门去看超级月娘？昨个大月娘甲今年正月份上西满月比起来哦，月娘是大13.5%，看起来实在是真大粒哦。另外气象局嘛提醒讲，最近是年度的暖流哦，所以我近海边的所在哦，就要特别注意海水倒灌甲饮水的问题。
天顶的月亮搁圆搁大粒，13暗是看今年上大晚月甲最后一遍超级月亮的好机会，真侪人脚步停来仰头看。因为跟我们一般时候看到不太一样，因为我们今天也是刚好过来玩，然后刚好就看到这么大颗月亮。因为我看下面大家在看，我就来这边拍照看了。超级满月一年大概出现个30到40左右，而在一个超级满月里面，最大的那一次才是最大满月，所以最大满月一年只有一次。这也就为什么呢？我们每年都会有最大满月，一年12个月嘛，总有1个月是特别大一点。比6个超级满月更加大、更加圆，甲今年1个上岁满月来比，大13.5%，差不多是新台票当时1块加5块的差别。抬头看，月亮有当时跟你相像，有当时会秘伫咧云后壁跟你秘相切，就蛮大蛮圆的。我觉得这样比较有那种效果啦，拨云见日的效果。不过最近沿海地势较低所在又搁头疼，屏东新园乡就因为满楼加海水倒灌，几条条路13日时拢淹水。虽然只有消退，不过危机也未解除，因为南部年度天文大潮今仔日才开始。赤东年度大潮，西南部这边要注意，有这种局部的涨潮的现象的话，会有些积淹水的状况。影响的地点大概就是我们南高屏还有台东东北海岸。超级月亮所带来天文大潮的影响，西南、东部甲东北部等沿海地区，恒春气象站也提醒，伫咧屏东、东港甲小琉球等沿海地势较低所在的民众，这几天就要注意海水倒灌甲淹水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哦，今仔南部甲恒春半岛同款雨水拢个较济哦，其他所在过道嘛要注意雷公雨，温度嘛会真悬。咱来看温度，今仔各地拢是好天、小暖的天气，也毋过受到南方云系往北边移动的影响哦，南部甲恒春半岛会落雨。温度方面哦，今仔温度上悬大约是33度到35度哦。气象局早起嘛针对双北市、花莲、宜兰发布高温的警示，温度会超过36度，其中花莲唱国中昼有可能会到38度，民众出门就要注意早日要加啉一寡水哦。拜五到后礼拜2是透西南风哦，中南部的雨水会较高，北部甲东半部温度会真悬、真烧热。大台北地区哦，有37度的高温哦。东南部地区哦，嘛要特别注意会有小风。再来看欧洲的西班牙甲葡萄牙，最近哦，拢出现40度以上的高温。葡萄牙的莱利亚地区温度嘛，降到45度，世界村仔拢传出火灾。伫莱利亚哦，就出动750个消防员去拍火。气象专家哦，嘛个警告讲，遮尔热的天气，未来会愈接温度阁会愈悬。乌烟和天色雾茫茫，对厝看过去，也会人看到野火伫咧炭烧。葡萄牙中部城市莱里亚最近几天发生森林野火，刚刚这个区域就超过3000公顷的面积被野火烧害。Assustar assusta, se vier fogo assusta, né? O gajo está atrapalhado. Né? A pessoa está atrapalhada a ver o fogo. Se entra na casa, gajo fica desgraçado, não tem casa. Fica sem nada. Muito complicado. Hugo, eu acho que o Estado nos devia ajudar mais, não sabemos como, mas está impossível. 要甲750位消防员伫咧救这2场野火。葡萄牙全国动员超过2700位消防员，甲23台飞机支援拍火。葡萄牙中部的帕尔梅拉真侪厝予大火烧去，当局出动直升机喷水拍火。当地媒体报道，至少有5个人受伤。这2接发生野火原因是顶礼拜6开始侵袭伊比利半岛的热天气，有一寡所在降到45度。气象学家警告讲，这种热天气以后会愈来愈接。Heat waves have become more frequent, they've become more prolonged, and the temperatures at their peak have been higher. And that's what climate models predict going through the next few decades, is that heat waves will become more frequent, more prolonged, and more intense. 气象预报讲，第2波热天气会一直继续到这个礼拜6。甲葡萄牙小我的西班牙也同款发生森林野火。埃斯特里马杜拉西部就400多人被疏散，当局部署100位紧急应变部队协助当地消防员拍火。公司新闻李伟林、朱宏地编译。再带观众朋友来看今日的报纸新闻，咱先来看《中国时报》哦。疫情转好，屏东小琉球的观光客是叉，海边啊拢是一寡水上的游乐设备。因为逐当的5月份到9月份哦，是海龟生卵的季节。环保人士是真烦恼讲，会去影响到海龟种花生卵，破坏生态。
再来看联合报哦，路营是愈来愈时行，也毋过哦，乌白起火主角嘛造成污染。观光局准备讲要预告，要来规定湘北市北海岸海边啊，观光局管理的停车场、凉亭到游客中心这些所在哦，要禁止露营。违规上少是罚5000块，上济是会当罚到100万。再来看自由时报。高中小学本土语言教师，加相关的教学资源的人员哦，甲学校代课老师的重点费用，经过教育部向行政院争取，按什么起4%，有机会伫年底就开始。再来看私立大学细心中原时阵，因为教育部不准107学年度学校提出学杂费要起价的申请哦，这3间学校嘛提起诉讼。落尾因是拍赢官司，教育部表示讲，学杂会审议小组的会议哦，已经同意讲，这3间学校对今年的9月份新学期哦，得当开始起学费。中原甲时阵要起1.25%，细心是要起0.75%。伫学校做3工结束，细心大学新闻系生就的同学要转去厝里，伊讲读册读3年，学费无起过，不过一学期57000，也是负担。因为我身边同学蛮多同学都是有学贷的。细心的学杂费，这年来拢无起，毋是学校袂起，是107年按算要起，向教育部提申请互驳回。后来细心甲共款去互驳回中原大学，还佫有实践大学提诉愿甲行政诉讼。台北高等法院伫2021年6月判3间学校胜诉，而且要求教育部按照法院判决的法律见解，对107学年的申请案作成决定。教育部学杂费审议小组12核复3间学校111学年度开始起学杂费。中原甲实践是起1.25%，细心是0.75%。对于他漂浮多少，那是他裁量权的范围。对，就他高兴怎么做怎么做，我们也没相当程度也是只能接受嘛。反正通过，然后叫他不涨，我觉得这可能是私立学校，就大家都出来吃饭赚钱的，我觉得好拉调一点，我觉得可以。对有些同学来讲，应该是负担蛮大的。对教育部的回复，细心表示尊重，也让中原是表示感谢。111学年度无学校提出起学费的申请，这3间学校因为107年核复，正做过3间起学费的学校。记者综合报道。财政部公告讲，今年全国超过52万人手头有厝，更毋是家己的大，比去年是增加2万人哦。有学者指出讲，目前是一个人爱有第4间厝，才认定讲是囤房。那做翁仔某讲1间，囡仔嘛1人1间，一口罩4个人哦，有4间厝，这嘛无算是囤房。不怪讲囤房的人数是愈来愈多。绝大多数的县市，他们的房屋税的税基都还是很低的。台湾还是一个囤房趋势不断在上升。基础正义公民团体表示，7月7日上路的地方版囤房税，阻止囤房实际效益无大。虽然非自大房屋税税率上悬有3.6%，不过拢是被下弱的。宣示意义比实际意义较大。持有非自住住宅的个人，通常就是他已经使用完了这些额度，他的人头都已经找得差不多了。这个数字应该会比账面上的数字还要来得更多。财政部上新公告，全国非自大自提税节规划统计，全国有52.59万人有非自大的厝，其中1户上济有42,2697人，有2户超过66000人，有1户甲2户切到占整体9成以上，超过3户人有36707人，比去年减少640人，有超过10户人有1659人，比去年减少44人。只有第4户才叫囤房，那是而且还是太宽松了。第3户就算囤房啊，这个也可以考虑了。非自大的厝总人数为104年336000多人，每年成长111年超过52.59万人，甲7年囤房人数增加将近19万人。这个央行升息，事实上对不动产这个紧缩的效果比较强，那甚至强过于就是政府在税制上面的更动。房产专家表示，5月、6月6都不动产交易量已经有明显落落去，主要是受成立式影响。伫囤房税，学者表示，除非将税基提悬，佮限制户数，若无囤房的现象无法度消除。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上要紧，咱来看目前全世界武汉肺炎病毒的确诊病例已经超过5.6万例，死亡人数超过637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总拢总增加29911例，目前是超过416万例咯。日本是超过991万例，韩国嘛超过1800万例。目前全世界病例数上侪前3名是美国、印度和巴西。美国已经超过9000万例，印度嘛超过4300万例，巴西超过3300万例咯。伫欧洲迄边哦，英国超过2200万例，法国嘛超过3200万例。咱再来看美国的副总统贺锦丽，昨透过视讯伫太平洋岛国论坛宣布，未来10天伫渔业方面哦，美国会投入6亿美金来帮助太平洋的国家，会伫东加甲基里巴斯设新的大使馆，来对抗中国伫亚太地区的影响力。美国甲中国的竞争，互今年的太平洋岛国论坛真受注意。美国副总统贺锦丽伫第2天议程用视讯的方式参加，宣布美国已经准备好要伫太平洋地区开新路，未来用10年时间对渔业投入6亿美金的援助金，搁伫东加甲基里巴斯开设新的大使馆。We will request from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 an increase from $21 million per year to $60 million per year for the next 10 years. $60 million per year for the next 10 years. These funds will help strengthen climate resilience, invest in marine planning and conservation, and combat illegal, unreported, and unregulated fishing, and enhance maritime security. 东加总理索瓦莱尼对于美国头一遍要伫东加开设大使馆表示真欢喜，讲这是重要的里程。美国总算要来东加。13到斐济首都苏瓦的澳洲新总理艾班尼斯对美国会当积极参与太平洋地区的事务也表达欢迎。I very much welcome the increased engage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region. It's a significant support package that they've announced, increased diplomatic presence, increased support in the form of aid, increased support in the form of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here. 艾班尼斯同时指出，伊已经甲所罗门群岛的总理通过电话，对方甲保证袂允准中国伫当地建立海军基地。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来看美国又搁发生枪杀案，伫即周伫间小学造成19位老师学生死亡。当地媒体公布迄当时监视器的画面，发现讲警方伫嫌犯开枪2分钟后，就随赶到现场，也毋过伫77分钟后，才决定要冲入去救人。当地民众是认为警方拖上久了，对警察真不满。即周媒体公布的监视影像显示。案发迄一天，犯乌瓦德校园枪击案的嫌犯摕半自动步枪，伫早起11:33分进入教室大楼，然后头前教室就一直传出枪声。枪声愈来愈密的时阵，全副武装警察也伫2分外钟了后到位，其中2名警察马上向前了解状况，毋过听到枪声高救电器，其他人是伫走廊按兵不动。后来有更较侪武装警察来支援，毋过因好亲像只是伫现场待命，期间有人个用白点管的消毒机来消毒双手。到12:50左右，现场又响起枪声。这时阵，警方总算采取攻击行动，将歹徒解断死。不过，离因到位的时间已经过77分钟。这段影像是毋是要公布？第德州当地引起争议。德州议会调查委员会原本拍算拜日才公开，不过却被媒体成壁空，引起真大民怨。All these officers, they got their shield, they got their weapons, they got all their protective gear on, standing there. Now that ain't right. That ain't right. They signed up for this. They signed up for this to serve and to protect. They didn't do none of that day. Did anybody see them do a good job? Just because they tried to go in there, was that good enough? Is that good enough for the people that were bleeding out? That wasn't good enough.
初步调查发现，警方拢无作为，是因为现场指挥官误判情势。更较详细调查结果甲相关的救济行动，伫案发7礼拜了后，迟迟无结果，互亲戚民众无法度接受。这段影像曝光了后，有上起民众伫乌瓦德市议会开的会议顶悬真生气，要求当权者要有交代。另外，这个月进行的调查报告也指出，伫香秋进入乌瓦德校园进前，警方原本机会对开枪制服，不过因为等上级批准，才错过时机。公司新闻站回应朋友。再来看台湾的邦交国海地，本地就因为通货膨胀、物件变贵，出现粮食危机。佮加上当地乌道是真创秋、真阿爸，要要互外界来救援。联合国的世界粮食计划署就警告讲，大约有130万人要记失当。这一边一直有庆声，迄一边行路中有人放火。加勒比海国家海地受到通货膨胀、食物燃油的售价提悬，出现严重的粮食危机。即马阁有帮派咧制造动乱暴力，阻挡外界人道救援。为了躲避帮派暴力，民众揸着家己的财物四界避难。当地一间社区学校互改造做临时的避难所，正做民众住的所在。Bable balla soti en l'air pour nous tomber sur moi. Maintenant, on va me coucher. Je tout pour ventre ça. Me coucher en bas de tout pour ventre. Et puis, c'est dimanche là. A tirer, grand goût, m'a sorti, m'a acheté bread. 为一当进前，海地总统摩伊斯和庆萨死亡了后，当地帮派就一直扩张势力，掌控首都太子港南北的高速公路。在今年5月，这个有1100万人的国家，就发生着200多件命案，甲198件的绑票。也不过全国只有12000多名的警察会当维持秩序。这个联合国的人道救援拢爱撇开，互强要极远的人口增加到130万人。Large parts of Port-au-Prince are controlled by gangs. The data we have show that the situation over the past 90 days has gotten worse. And you're at a baseline where Haiti's a very vulnerable place, where you already had 1 million people in the city who were acutely food insecure. WFP 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目前载运物资的车辆无法度用公路送去首都太子港，因为车辆有可能会互打劫，只会当用转接船底停运输的方式，甲2000吨救援的物资送去各地，互 WFP 驻海地主任保尔烦恼，但是问题无法度解决，会增加海地民众冒险移民去美国的人数。公司新闻台是同朋友。今仔国际上，阁有啥物大代志？咱做伙点台湾来看世界。先来看英国保守党新的党主席选举头一轮的投票，前财政大臣苏纳克摕到上侪票哦。伊嘛是目前英国史上上热门的人选。再来看中国、美国、日本、韩国最近疫情阁开始的滚价。世界卫生组织就建议讲，各国继续挂嘴按摩，嘛要来改善通风的设备。再来看中国最近有真侪都市拢出现40度以上的高温，中天市有一间博物馆，因为温度上过高，触电放弃，博物馆嘛先赶紧关门咯。再来看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过身了后，敢会影响到日本对台湾的政策甲印太战略？前外交部长嘛是台湾安倍之友会会长陈东山昨日表示，原定政府同意副总统赖清德入境日本哦，就一定表示讲，伊会采取甲安倍同款，亲美国、亲台湾，对抗中国的路线。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着前死亡，拄结束的日本参议院选举自民党大赢，拢互外界关注。当前间电分享政权未来的走向，日本对台外交关系敢会改变？安倍时代受到关注。这一次这个安倍这去世之后，他们这个国会议员的席数刚刚提到有2/3以上是他们可以运用，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是认为应该是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前外交部长陈东山伫台湾新政协会座谈，及美国总统拜登接替川普执政做例，当时人烦恼拜登就台后的发展，但事实上，美国政府对台湾比早前更较好，原因出自强大的民意对台湾的支持。有专家指出，这届副总统赖清德以中华民国副元首身份进行慰问的闪电外交，嘛显示几个意义。第一个是对日本宣示。岸田将会继承这个安倍的亲美亲台抗中的路线不变。第二个，
也对台湾宣示了台日关系的友好不变。第三个是对中国宣示了日本的印太战略不变。政治学者表示，为了继承安倍路线，赣联政府已经宣布将国防预算提悬到 GDP 的2%以上。过来就是处理日本和平宪法的问题，这两项代志嘛，拢就要看刷落去的中国战狼外交、军事侵略，是毋是会互修宪得到日本民意的支持，进一步决定对中国维持强硬的立场。记者陈嘉桂林台北采访报道。来看民进党新北市市长的人选已经确定，卫生福利部部长陈时中要选台北市长，前交通部长林佳龙是要选新北市长。总统蔡英文表示讲，首都嘛需要指挥官，嘛两位部长来带动台湾前进。陈市长嘛强调讲，台北市会当更如好。林佳龙嘛讲有信心，让新北市的发展拼过台北市。民进党加油！总统蔡英文亲身教陈市长安怎面拳头母拼年底大选，民进党总算正式提名卫福部长陈时中参选台北市长，前交通部长林佳龙参选新北市长，以两个部长拍出双白双箭头，争取支持。我们在今天提出最强的双箭头，不仅是要争取市民的支持，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借由双箭头来带动整个台湾前进的动能。林佳龙笑家己是歹高情的人，感谢蔡英文对伊的信任，认为即摆新北市所欠的是建设蓝图，甲一个想要做代志的市长。虽然较早伊捌争取过参选台北市长，不过即摆有更较大的志愿，要互新北超过台北。林佳龙是做事的人，号角响起，我接受民进党征召提名，竞选新北市市长。侯友宜市长，请接下我的战帖。已经主持防疫记者会2年外，陈市长难得提出演讲稿，伊讲这个场合真重要。台北市是首都，有上侪资源，不过这几年施政满意度无真理想，因为台北市值得更较好。伊也解说进前引起议论这个唔甘的讲法。我并没有要指责任何人，我只是为这个唔甘伫台北大汉的囡仔，到即马年纪大，这么长的一段时间来。我们看到有一些机会，台北可以更好。蔡英文推荐陈市长，认为首都也需要指挥官。目前电视媒体的上新民调查显示，陈市长的支持度败冠军。伊表示，民意都那流水，好名声是敢一时，会拍拼甲变做选票，展现信心。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党主席朱立伦就批评讲，民进党提名的新北市甲桃园市长的人选拢是老炮的人。朱立伦嘛宣布，侯友宜会争取连任新北市长。参选台北市长的蒋万安嘛表示讲，会甲侯友宜做伙来推动政见另外，因为台北市的副市长蔡炳坤中风大医，外界是认为讲副市长黄珊珊8月份要辞职参选的计划，可能会有变数。北桃3都都是这样全面落跑的民进党。批评陈市长甲林志坚辞职参选，想要选台北的林佳龙也改选新北。朱立伦除了批评民进党，也证实新北市长侯友宜会争取连任，不过无讲什么时阵提名。根据了解，侯友宜17要甲国民党新北市议员参选人协定中上，不过选举相关议题，侯友宜无愿意加讲，敢若表示甲市政做好是上重要的代志。我现在以市政的推动为主做，至于选举都是一时的。那党中央如何做好一些规定，我都会全力的配合。那是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到台大参加青年营队活动，抢攻少年人的选票。在侯友宜确定争取连任了后，蒋万安表示会提出跨区域的治理政策。不止双北，未来北基桃都是整体的共同生活圈，我们都会坐下来好好的沟通，未来提出整体的市政愿景。蒋万安的对手之一，现任副市长黄珊珊市情的行程真满。透早陪郭文哲视察宽南市场，下晡带郭文哲出面宣布经营建屋金的政策，佮出席大稻埕情人节宴会活动记者会。对于选举议题，无愿意加讲。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事，每天都把事情的工作做好，我觉得市民自然会看见。黄珊珊讲，这场记者会原本是副市长蔡炳坤出席，因为破病由伊代班。外界认为这场意外有可能拍乱黄珊珊原定8月要辞职的参选计划。伊对这代志是讲，目前最好市政较重要。
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年底要选举哦，真侪人拢爱专工登去故乡投票。有民间团体就呼吁政府应该爱保障税厝甲住伫宿舍学生的权益，互因会当设户口伫大个所在，方便投票。在回乡投票专车，未少青年要登去实行公民权，爱用未少心力，因为有个人到宿舍，有个人伫外口睡厝，根本无法度设置。做文指出，2021年电信信用人口统计，第一摆用手机电话分析人口分布，有人县市的平日夜间人口比户籍人口较侪，包含北部土中甲新竹县市，总共超过120万人。可以很合理的推论，事实上这120多万人里面，最大宗绝对就是现在我们所谓的租屋族。而且这个租屋族里面又以年轻人跟学生是占大多数。总批评在地无户籍产生未少问题，其中会产生厝主有票、厝卡无票的局面，就算税厝的人有困境，也无法度转化做地方选举压力，所以呼吁唔通互税厝的人加做二等公民。没有户籍也没有投票权的学生呢，就仿佛在市政讨论之中真空一般呢，在各项的政策讨论中都成为被忽视的一群，进而无法影响公共政策跟政治人物，然后导致呢这个政策讨论持续忽视学生的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做份诉求落实户籍法，不过内政部回应税厝的人有基础事实，若厝主无同意刷入户籍，影响户政事务所登记；若查实等于刷户籍，做份指税厝人无法度直接甲事实无符合。佮强调厝主免约定厝卡免刷户籍，若契约有未当刷入的约定事项依法无效，厝卡应申诉；若厝主无改正，相关应罚30万。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北市长郭文德上任了后，取消中央敬老金，也毋过去年台北市会通过讲要求爱恢复敬老金的发放。昨副市长黄珊珊就宣布讲，明年开始会恢复发放，也毋过一老人哦，本地是当领1500块，即马只剩1200块。我们台北市是首都呢，不公平啦，不公平啦！大家拢是住伫台湾嘛，对不对？台北市长郭文德就任了后取消法中央敬老金，不过台北市议会伫去年通过台北市中央敬老礼金地上自治条例，经过真侪天的讨论甲核算，最后市府决定伫112年恢复法10字的敬老金，比原本的1500小可求水。有就好，别嘛，卖讲拢人减到拢总无。老人像小朋友一样啊，人家说糖果不嫌少，有就好。有总是比无较好啦，财政许可的范围之内，最好是连去年没有发的都能够补发下来。民众渴望的中央敬老金，台北市府也公布计算方式甲财源，会参考这2年的税出甲税入，剩的钱平均达提拨10%，作为中央敬老金的上限。以计算的方式，明年约发放到1200元。那这个选择是依法行政下必须做的决定。其实我相信台北市的长辈们也不会希望政府用举债的方式来做一次性的发放。黄珊珊强调，尊重长辈态度，无伫一次性发补助金，是创造一个对长者更加友善的环境。台北市府会秉持无负责、无估值、甲无排斥原预算区无基础，用预算结存的钱来发，希望伫财政稳健的情形之下，达到真正共赢。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大安滨海乐园哦，热人拢有真侪民众去耍水，要使用护路径，就爱搁另外收钱。有民众是反映讲哦，大概休困日拢定定会停水，是真袂方便哦。台中市政府嘛表示讲会来改善。今年热天特别热，台中大安滨海乐园未少人来耍水。若到假日，人是直通通，不过民众有怨言，园区内底洗身躯间用投钱的方式收钱，30块用洗6分钟，假日定定各种无水通用，现场也无人用协助，大人囡仔只好专心拢是刷转去。游泳完就会想要去淋浴，然后把身体洗干净嘛，然后换回那个干净的衣服。但是如果说你投币之后又没有水，因为他们这边也没有什么就是管理室或者是管理人员，所以也没有办法及时反应，就只能这样子。没水，遇到没水就只有没水了，就只能这样子。不是说沐浴间那边连那个厕所里面都没有水了。哦，有发生过就对。有发生过。
大安滨海陆园有17公顷，2013年开始开放民众耍水，今年6月举办沙雕音乐节，吸引不少人。不过西城区经过将互真侪耍水游客排行转去，台中市管理局证实西城区间确实有停水状况，主要是因为热天游客较侪，用水量大，园区抽水莫大，伤过节才跳电，已经伫海旁边加装真侪水道头来引擎。因夏季游客量倍增。接连不断使用冲水设备，导致园区抽水马达过热跳脱，造成短暂缺水。本府观光旅游局已于海堤冲水区加装省水龙头，并张贴公告，吁请节约用水，已再找其他适合地点加装水塔，增加储水量。市府表示，已经请乌体营运厂商大告示有欠水情形，影响旅客服务中心通报，后续会找其他地点加装水塔，增加导水量，也加排进入顺序，维护品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屏东的海参馆哦，逐当拢会推出困伫海参馆的活动哦，活动拢一推出就随行抢了了，非常受欢迎。今年海参馆哦，佮推出新的夜间活动，带民众去附近的海钓坪，实际来亲近了解海洋的生物。一群游客集合伫海钓坪，准备来一场钓海盛会。自开放民众大馆区过暝了，屏东的海参馆搁再推出夜巡体检。除了夜访海参馆，搁带队游览海钓坪，互民众大大细细，规工拢会当亲近体检海洋生物的奥妙。夜巡海参馆呢，是我们今年海参馆全新开发的夜间的体验活动，那是限定单日的体验活动，那只有限期在今年的4月到9月，那主要是为了配合潮间带潮汐的关系。袂少家长拢讲，即马人大都市，囡仔平常时拢上补习班，已经罕得会当看到海，趁这个机会，带囡仔做伙来遮温咸水，短短4点钟的活动拄拄好，热天透心凉，看鱼虾伫水底咧游，兼学海洋知识。我们很少有机会带着孩子到潮间带去有专人解说，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决定我要带孩子来参加这个活动这样。那最主要呢，我们会带领民众去夜探潮间带，我们走出户外，让民众去认识野外的一些海星、海参等等的，让大家看看在大自然的生物是如何的神奇与奥妙。那如果民众想要报名参加这个活动呢，就欢迎上我们的官网，我们在网络上报名就可以直接参加我们这个当日体验的夜间活动。海参馆里也安排深度导览，探访附近的海钓坪，带游客来看鱼虾海洋生物的野生歌。活动限定干到9月底，欢迎有兴趣的乡亲先就网报名，最近来了解大自然丰富的生态奇景。记者综合报道。屏东大同高中国中部王俊武学生哦，有罕见疾病甲听力的障碍，也毋过伊真勇敢来面对疾病，嘛拍拼克服障碍。今年毕业哦，伊嘛领到热爱生命奖的肯定。伊的认真拍拼嘛，互老师同学拢真佩服甲感动。伫毕业典礼，这个学生欢喜就带领热爱生命奖，伊是屏东县大同高中国中部的学生王俊武。伊拄出世就定急性发炎发烧，9个月大个时，佮互人发现伊听力有问题。伊得到的是基因突变的罕见疾病，稀兰车啊，甲重度听障综合病症，全球干那200例。毋过王俊武并无互疾病打败，等到想办法克服障碍。对待生命的态度得到肯定。我相信有可能是老天给我个考验，然后我要去怎么克服它，然后面对它，然后要是怎么治疗它，然后来增强自己。也很棒，不被困境打败，勇敢做自己。因为有重度听障，王俊武较爱甲别人交流。毋过伊乐观积极的态度，同学是非常敬佩。毋但甲伊和伊生做伙，佮主动办募款，帮伊总医药费。经过老师甲同学的帮助，俊武才放心来好好上课。也若讲到伊认真学习的精神，是互厝内的人拢感觉真安慰。我也没想到他是会那么爱读书的小孩。他常常就是我说：“你发烧，你不能来学校。”然后他说：“可是我本来就会发烧啊。”他体温就是比常人高，对。然后他就说：“我没有不舒服，我可以跑，我可以走，我可以干嘛？我今天少了1节课，我会跟不上。”他不会因为他身体的缺陷，然后就自卑，或者是会有所谓的想要偷懒的部分，不会，他反而是更积极的参与。虽然得到罕见疾病，不过俊武定定鼓励家己爱突破困境，甚至未来嘛想要做社工，帮助像伊这款身体有缺陷的人。
伊的精神也提起身边的人，拍断手骨颠倒勇，无过袂去的难关，爱勇敢活出精彩无遗憾的人生。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北市莺歌惠雅博物馆哦，因为疫情推出做惠雅的数位家教，利用线顶的课程来教民众做惠雅，咱做回来了解。它是通过手的拍打跟捏塑呢，自由成型来做盘子的外形。道具老师透过录制影片来教民众简单的手作，这是莺歌德惠博物馆因应疫情最近开设的线顶道具课程。它其实都是一个很疗愈的过程。其实我们并没有强调说一定要做出一个很棒的作品，它真正很快乐的时候是你在捏陶的时候。道博馆最近陆续把教学影片放伫面册，内容以生活用品操作、工具伫厝内就通找到的物件为主。嘛，因为囡仔休热开始啊，希望大家居家踮厝内，嘛通有消除压力甲学习的管道。创意玩陶的一个教学影片，其实是由陶博馆、陶艺教室3位老师，他以多年的一个教学经验，精心设计录制7部影片。拍到跟你的手指头一样高。道博馆表示，受疫情影响，各地博物馆拢咧试看卖如何转型。除了馆内课程改造线顶、墨色作为展览，希望透过网络传播博物馆的教育上。记者林亚文、李福凯新北报道。交通部观光局展开记者会，宣布讲7月15开始哦，团体旅游有上济3万块的补助，饭店一暗上济补助1300块。一寡观光游乐区哦是拍3折优惠，虽然补助是到12月中哦，也毋过总经费55亿，用完哦补助就结束。学生开始休热，各路补助嘛，伫7月15开始实施。今年团体旅游上悬有3万块的补助，个人优惠提供旅馆休眠上悬1300块的补助，游乐区嘛有拍3折的优惠，估计会使带动700多人出门旅游，有300亿左右的观光效益。这是我们振兴这个观光的一个号角的开始。我也请我们的观光业把最好的游程、最好的服务拿出来，让这个我们国人能够体会。旅行业对补助表示肯定，不过补助期间为7月中开始到12月中，若是期间经费用了，就提早结束，确实会烦恼民众。若是到旅社，才发现已经无补助通用，作业流程会出问题。补助快用了，可能9月就用了去。尼变成讲你旅馆变成来人客讲，你搁要另外搁补1300，你就想麻烦。自己什么时候用完它那个使用状况而定，用完的话就会有一个在网站上公布，让大家消费者提早知道。那也有跟我们旅游业界，特别是旅宿业订房的时候有一些要跟消费者做提醒。王国在表示，业者若是会使提供好的旅游品质，就算补助已经结束，消费者嘛会愿意继续到台湾各地旅游。政府的补助是辅助的角色，好的旅游品质才是重点。记者郭文长随台北报道。花莲富里乡的人口一直减少哦，今年的人口无到1万人。为着要增加生育率哦，富里乡大会最近就通过生囡仔奖励金发放的自治条例，一胎要补助8万块，佮加上县政府的补助，生一个会当领10万块。花莲富里乡因为正偏僻，这几年来人口外移加上生育率低问题，一直困扰乡民。为鼓励少年人提悬生育率，佮减少饲囡仔负担，为7月份开始要发放生育奖励金。我们这次代表会通过了，每一胎补助8万，然后呢还有2万块的生活补助，就是给他买奶粉还有尿布这些等等。富里乡人口每年下降为108年，10161人到111年只剩9714人。乡大会决议为7月份开始，若爸母一边只要涉及满6个月，每胎新生儿应补助8万，加上原付2万津贴，总共应领10万。有这个补助会觉得比较轻松，我们压力比较没有那么大。如果有这个补助，让我负担更轻松，我会想要再多生一台。不过，有人认为，这么大环境不加悬，薪水无起，囡仔后边所需要开销才是问题。我目前有2个了，但听到这个是还不错但是要我再生的话，应该也不会再生了，因为2个的小孩的
成本啊，主要是贵在照顾啊，时间成本很高啊。公所强调，这摆生育奖励金一体补助8万，上写一人6万，已经是全国上悬。推出当今就是希望提悬乡民生育意愿，维持乡内人口数。所以囡仔出世3年来户籍未当刷出，安那无会依法退回。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竹市开12亿精力棒球场哦，最近完工，这棒嘛准备要来接比赛咯。昨新竹市议会全部议员拢到球场，针对因之前提出的安全问题，现场来了解。新竹市棒球场经过2年多重新整修，后礼拜特别开始进行比赛。不过开放进前，有人反映讲球场的安全性可能有问题。经过改善，13日天，新竹市议会议长带队，所有议员拢来到棒球场勘察。职棒的赛程呢，也都是在4月的跟10月的时候开打的。那许多赛事就是因为常常午后的一阵雨哦，然后积水不退，所以没有办法开打。球来了，对，接，然后这样。刚好掉下去啊！那个接球的速度很快啊，它掉下去那怎么办？市府指出，进前较有问题排水沟坎，目前拢已经出塑胶珠、甲人工草皮啊，加强安全。外野的部分嘛，重新加深油漆的色水，希望提供球员更较安全的环境。排水的部分，我们有做了相关的一个测试哦，在排水的部分，球场的方向来讲的话，应该是可以因应下雨或者是雨势的一个排放的一个过程。那当然，在球员的安全性的部分我们在那个排水的设施的部分也已经加上了人工草坪跟软垫的部分，也请了相关的球员以及中职的场地这边有去做了一个测试。有议员讲，新竹棒球场整修工程总共开了12亿，品质应该真好，而且专业。但正式比赛开始，会继续关心，因为球员参球迷的安全是上重要的代志。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来看美国加州一间生物科技的公司哦，因培养菇类的一款组织菌尸体来做人工皮，嘛设计出真侪产品。听讲哦，效果是袂输真正的动物皮，嘛较环保。放咩是客啊、手机啊壳、钱包啊，还佫有手环等等各种的产品。无讲你毋知，这拢是用美国香菇做的。加州一间生物科技公司最近伫纽约展出这种用美国香菇做的配件。虽然讲是用香菇做的，不过这种材质甲正皮同款真用，因甲这种新的材质号名叫做灵芝。It's also really versatile. We can tune the properties as it grows to create different types of reishi that have functionality even beyond that of leather today. 这种用美国香菇做的材质是真用，业者用新的技术，伫培养菌尸体的时阵，回生甲真密，结果是真值钱。Grown in our proprietary trays under precise conditions, each sheet has a unique code that allows us to monitor and fine-tune the material from inoculation to harvest. 这种用美国香菇做的配件，摸起来甲正皮是真相像，嘛会当搁过制作，和色水有足侪款。上介重要的是，伊内底无含塑胶，是天然搁环保。It's entirely plastic free, and so it really is a high quality natural material and has the same performance as leather and the same feel as animal leathers. 业者已经甲精品的品牌爱马仕合作。安森今年就会推出用这种皮做的牌啊，或者是皮包啊。伊嘛当地甲其他服装公司咧制作，安森要大量生产这种配件，希望这种袂伤害动物，佮会当保护地球的配件会当普及化。公司新闻，徐婉玲编译。咱来看，英国有业者甲泡咖啡了剩的咖啡粉哦，做成会当来清洁皮肤的保养品，因为真天然哦，所以嘛真受到消费者的欢迎，嘛是循环经济一个真成功的案例。伫伦敦的街仔路，有人骑着脚踏车，向25间咖啡厅收集因用过咖啡泡。这款咖啡泡本来拢被当作粪扫单调，怎么应该收材料送到英格兰西南部这间工厂内面，加精油蓝做伙，佮加尼木果油加天然防腐剂等成分，就变做天然的去角质磨砂膏皮肤保养品。So the principal benefit of using coffee is the exfoliant. So it's a natural exfoliant that will slough off dead skin cells and buff the skin. So that's the principal property. But the secondary property is the therapeutic. So coffee is high in antioxidants, so it helps to promote the health of the skin.
配方师傅讲，泡过咖啡泡，经过加热了，湿湿淡淡，比打碎的咖啡粉更加适合摕来保养皮肤，因为伊的抗氧化作用更加好。这项产品是本来特曼兄妹创意，因想讲伦敦的咖啡厅，逐工拢加真侪英国咖啡泡单调，就甲因收来做因的美容产品。Our focus is on natural, organic, vegan and certified cruelty-free ingredients, and often those can be found in your kitchen at home. So 本来特曼自创品牌外山膏，分做用伫咧身体甲面的两种，装罐包装提出卖了，意外受到欢迎。这么逐礼拜出货3000罐，提供给英国的民众使用。也拿来自美国的订单也伫咧成长。其实毋那是咖啡泡会当回收再利用。伫咧波兰就设计师将甜菜废弃物用伫咧布料，伫日本有人回收切仔壳做活性炭。本来特曼希望因的成功案例会让鼓励更加侪人做阵来做循环经济。公司新闻詹惠敏编译。今仔南部甲恒春半岛雨水较济，其他所在过道嘛要注意雷公雨，温度嘛会真悬哦。今仔日详细天气资料，咱做伙来了解。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6度；中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4度。华岛地区上低26度，上悬33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会。